聖經講到三重天，第一重天係喺時空之內嘅世界，第二重天係有空間，但唔受時間限制嘅領域，第三重天係超越時空嘅屬靈維度。但呢個結構唔只係描述宇宙嘅地圖，佢真正嘅實體係喺人裏面。人嘅身體對應第一重天，作出決定嘅心知中心對應第二重天，而人最深處嘅靈同源頭對應第三重天。當呢三個層面與全能者對齊嘅時候，個人會喜樂，群體亦一同歡喜。呢個狀態就係聖經所講嘅天國。因此，神的國唔係一個遙遠嘅地方，而係神嘅統治喺人裏面展開嘅現實。因為呢度聖潔之門要藉住十字架打開，施洗約翰就呼喊，已經近了。基督亦喺勝過試探之後宣告呢件事。當保羅見到第三重天嘅時候，佢無法用人類嘅語言完全解釋隱藏喺人裏面嘅聖殿奧秘。耶和華為咗讓人可以用眼睛睇見呢個結構，所設立嘅圖像就係喺曠野建立嘅會幕。會幕係天上嘅模型，同時亦係人嘅結構。當人成為聖殿嘅時候，主嘅國就顯明出來。